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咧會嚟到惠林呢一度，同大家睇一個特色平台嘅單位。而呢一個單位嘅實用面積咧係891尺，業主依家叫價咧係1000萬年一個車位嘅。呢個花園平台十分之方正，450尺，6米乘7米。平台嘅單位固然係有得 BBQ 啦。我哋一齊睇睇個單位內部啊！單位嘅左手邊會係一個廚房，之後會係客飯廳。客飯廳大概係265尺，3.95米乘6.2米。廚房雖然唔可以話係好大，但係設備齊全，入邊仲有個工人套房。第一間房間會係大概70尺，第二間房間會細少少，大概係60尺，但因為佢運用埋個窗台，視覺效果會比較大。主人套房寢區大概係100尺。喺飯廳經過出去就會係呢個花園平台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惠林呢一個特色平台單位，歡迎你隨時聯絡我。多謝。